庄脚人有一句话讲，清气倒水。讲来这嘛是庄脚做事人的艰苦。伫青春好年纪的少年时代，袂爱水的无济，总是袂当穿甲水当当去拍伫田里的绿菇梅仔内，甲杂草、落水、网虫车拼。水互白灵死看，犹阁讲会得过；水互张钱通拖看，有啥意思？一身躯水水去到田里、园里，会当水偌久？着爱拄着免落田，去庙里烧金、看戏。也是有代志去过年，才会想要穿一丝较水的。伫即款时代甲社会，美容师即类的，伫庄脚草地所在，应该恶趁有食。若讲安尼，较早阿蒋是要安怎过日？阿蒋是阮庄的人，伊的身世我嘛无真知，知影讲，便若庄里有人要嫁查某囝，也是互人相亲情缀定倒会来。伊是专门咧教人修指甲兼挽面的。迄当阵还无美容师即款词，简单叫伊修指甲的，还是挽面的。挽面较少，真济老一辈的查某人家己就会晓挽面，家事阁简单，一条线尔。修指甲就爱较专业，加指甲、修甲边溜出的皮仔，指甲抹好圆，阁擦指甲油。为手到骹拢着，家时头仔利利扣扣，规套胶装。即阵的查某囡仔检彩拢家己有穿一套，毋过伫迄个散食的年代，罕得有人遐车花。阿蒋因兜大概毋是做事人，才会去学即手功夫。伊咧教人挽面，听讲袂啥疼，修指甲嘛真斟酌，通讲是济人学老无听过人嫌。迄时较保守，指甲油敢若才一色红的，无亲像即阵花白利妙，啥物色水都有。阮做囡仔的时，定定办家伙仔，算装新娘，无红指甲油，就用做红玫瑰的红番仔米准指甲油。有当时红番仔米摕无着，嘛会去扣一种草仔花的芯，插伫指甲顶，油原真红真艳。即种花，阮就讲是指甲花。阮兜厝摕4箍链短，种一位丁拿仔，丁拿仔花嘛红记记，花心有绿仔黄，插伫指甲顶嘛红够水。有时阮嘛甲丁拿仔花叫做指甲花。我5岁6岁的时，有一个下晡时头伫沟仔边砌竹仔骹，甲一阵囡仔咧佚佗。我甲一个扮做新娘的客人查某囡仔插指甲花，拄好看到阿蒋对遮过。伊无张无弛煞行我来，看我这丁拿花心甲衫倒红去，就拍开伊底家私的烟片盒仔，摕出一罐真正的指甲油，叫我甲手伸出来，讲我的手真幼秀，若擦指甲油落去，定着比查某囡仔手较水。我惊人笑。毋互伊擦，伊讲我的手真正是艺术家的手，后摆大汉会有真济查某囡仔爱牵我的手。当时我实在毋知艺术家是啥物物件，我的志愿是要做搬布袋戏的头手师傅。自囡仔时，我就真爱讲故互囡仔伴听，若做布袋戏，会使讲互较济人听。庄头无到100户。大细项代志，大家拢知。逐年拢一半户有查某囝做人，也是嫁人，都会看到阿蒋来。迄阵无电话，嘛毋知是安怎去通知伊的。伊骑一台26寸的查某拍车，照即时的讲法，应该是淑女车。伊穿下裙大铁马，姿势真好看。庄内扫着伊的少年家听讲原哪有贵的人讲水歹学比纸，这先莫讲。伫庄脚亲像阿蒋，逐工穿水水，阁免落田做事，拍甲乌，阁皮肤粗的，都无地厝总是附近几个庄头，无一个少年家互伊看会上目的。毋是讲伊热箍头，看庄脚人无目的，伊实在是惊嫁互做田人。阮厝后有一个少年家，名叫做勇伊的名号了有合，
人是生做落骹有斑，西张各种才。伫少年辈内底，人品是一粒一的。勇啊，因阿姊补菜要过去路竹塘的时，有请阿将来收井架。了后，勇啊就去撒着顶八卦，让妇人婆去讲几若纸。阿将先讲就有肯，伊拜托妇人婆寄话甲勇啊回失礼，讲伊确实无想要带庄骹做田，毋是嫌勇啊有啥歹处。迄个妇人婆真懊恼阿将，讲伊做人有影赞，若有啥个后生查某囝想要找对象嫁娶，阿将规个庄头窜来窜去，消息上精公，伊拢会报互即个妇人知。有人问阿将，哪会无爱兼做妇人？红包趁的比甲人收井架定着较有价。伊拢应人讲，家己还袂嫁，甲人做妇人毋好。搁再讲，一人一图，较袂去弄破别人的饭碗。就是安尼，妇人婆才会讲话拢为伊。阮厝边阿月仔姊馅大饼迄天，知影阿将会来收井架。我专工伫因门口埕尾等要看伊，等伊位阿月仔下房间出来，看到我，喙笑目笑，叫我一声艺术家，搁问我有入学袂。我应伊讲爱等明年9月，毋过我会晓写家己的名仔。伊搁甲迄个烟片盒仔摕出来，我想讲，搁是要甲我收井架、擦井架油，倒要选。伊煞位盒仔内摕一个大饼出来。讲是阿月仔的饼，买一袋互我。我爱食饼，毋过迄阵的大饼拢是肉饼较济，肥肉包伫饼内底，食济的味。我甲伊讲，较兴食豆洗鸭的。伊笑笑讲，后个月人要来甲伊缀订，伊会吩咐讲爱有几斤仔豆洗的，莫拢干打肉饼，搁问我敢爱食冬瓜糖。阿将要嫁人啊！我虽懵枵是细汉囡仔，心肝头煞有我讲袂出来的七彩。比我较郁卒的是勇啊，伊即摆无死心嘛袂使急。讲是安尼，伊要是毋认输，去阿将因庄里探听看是啥遐好运通娶着即个遮水的姑娘啊。迄个查甫囡仔因兜嘛是做田人，毋过囡仔是读高农出业的，伫农会咧食头路。人真斯文款，甲阿将算有速配。勇啊，到遮来啊，火烧高寮，无甲一丝仔希望。无几工尔，落落的旱草做一个翘骨落去。伫要做新农的即个农会职员，为庆祝娶着一个温顺的水某，专工去学一台乌倒摆，代替上下班骑的铁马。有时搁专工驶对阮庄里来。迄是我头摆看到 Vespa 即款新式型的乌倒摆，阿将坐伫后斗，当头鬃雨风吹顶动，真拍。我想要坐看卖咧，毋过心肝内对迄个好运的人有寡感激，颠倒咧同情勇啊。阿将自做人了后，就甲迄个烟片盒仔收起来，讲伊无要搁甲人收井架。伊上恶买一摊是收伊家己的井架。等嫁了，迄套家石头要留咧家己做自家用的。伊做即道的，原本就逐工甲家己的井架收水水，搁擦红红。阮庄里的少年家骹床后拢就称呼伊井架花，罕得讲伊阿将的名。阿将照约束赶一盒豆西饼来互我，搁寄我一盒饼，讲爱我转互勇啊。伊歹势家己赶去互伊。若无袂输咧糟蹋人咧，我当伊的面买一块饼食，无代无志目屎煞淋落来。伊问我哪会咧哭，敢饼无合我的味，我嘛毋知咧哭倒一条理，敢是替勇啊心酸，抑是替我家己咧悲伤的。我才一个还未读国民学校的囡仔尔。伫完聘了个月的时。迄个要做新竞赛的，煞骑乌倒摆伫过年，甲一台货物仔车相弄，还未送去到病院，就断开啊！听讲阿将家己踮厝内好几若工，
查甫个要出山诶时，伊穿去书本地做新娘才要穿诶水衫，早迄个底家石头仔会沿片鸭仔去到色场，当众人面前收指甲、擦红指甲花，甲无缘诶大官仔要求要用未亡人诶身份送上山头，大家甲大官拢毋肯。事后有人风声讲是对方牵拖阿将命伤硬，气急着因后生，才会连后生死后都无要互入门。嘛有人讲是双方面诶是大人参上好诶，死诶就死啊，莫去连累即个要袂入门好姑娘仔会忠心。我较相信尾仔即个理由。自迄时起，阿将就真正无咧甲人收指甲，出门嘛拢穿甲素素。连3年后，伊嫁互养爱时，手指头仔尾都无看到擦红红诶指甲花。